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接受采访时说，在中国涉嫌打压维吾尔穆斯林的问题上，马来西亚不想对中国采取对抗性立场。据安纳托利亚新闻社报道，他在访问美国期间接受一家网络媒体采访时说，正是因为中国的强大，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马来西亚并没有就中国涉嫌打压维吾尔穆斯林随意智慧。你不会去尝试做注定要失败的事情，因此最好能找到更和平的方法，避免激怒中国，因为中国对我们有好处，马哈蒂尔说。另一方面，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玛利亚·阿里纳表示，维吾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日益恶化，由于生活在该地区的维吾尔人被大规模拘留以及可能被法外处决，对该地区的局势感到担忧。自华盛顿方面消息，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将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摘牌。这一爆炸性消息也使美股三大指数下跌。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这一做法是限制美国对中国公司投资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公司某些行为的安全性表示担忧。日本年度防务白皮书中，中国首次被列为比朝鲜更大的威胁。该白皮书说，中国在日本领海和领空附近巡逻是国家安全问题。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正在西太洋地区部署空中和海上力量，通过对马海峡频繁进入日本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和军事行动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沙特驻世界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提供旅游签证，49个国家的公民可在网上获得电子签证和办理落地签证。沙特阿拉伯旅游部长在首都里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旅游签证允许每次入境最多可停留3个月，游客每年可在沙特阿拉伯停留90天，签证有效期为1年，多次入境。以色列工程师揭示了沙特军方未能击退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攻的原因。前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专家乌兹路宾在采访中透露，沙特防空力量及爱国者系统没能击退结合无人驾驶飞机和导弹袭击该国的石油设施，主要原因是由于空中攻击者飞行在地平线以下。据他说，沙特防空部队没有准备探测到这样的低空目标。